大家好啊，又歡迎嚟到西貢阿龍呢個頻道啊！今日介紹一個獨立屋海邊，超級海邊啊！呢個帶你望下，自己電閘入花園啦，自己有9000尺入契花園啦，呢個電閘入嚟嘅。咁佢因為我諗佢大有2/3係政府地啦，1/3係私家地嘅。咁啊呢個全海景啦，即係圓圈加一點啊，我形容為，因為咧中間有間屋，一個圓形中間有間屋咁，超級正啊！呢個咁大嘅花園，呢個你見到石屎部分咧，大約啊有9000尺度啦。大家頭盔先啦，因為睇翻測量報告，係啦，大概9000尺度。咁啊，臨海嘅屋啦，咁啊入口好在咧就係私家地嚟嘅，咁變咗佢就唔使俾人封殺啦，租唔使同政府租。其實我覺得都唔使同政府租嘅，綠化已經得㗎啦。咁我再望一望啦，望一望裏邊咧，我哋睇睇呢個咁靚嘅海景啦，係咪好靚咧？2100尺屋幾多錢咧？3980萬，買到咁嘅屋真係正嘅。基本上以前都擺住成億先買到㗎，而家用呢個價錢已經可以買到，非常之正嘅。3980萬，4000萬都唔到，可以買到成棟海邊屋。我叫圓圈加一點啦，因為真係圓圈加一點嚟嘅。望到咁嘅景，真係吸引到。下邊就紅木林保護區，係咪好靚？望到去邊度咧？最近嗰個祖皇坑碼頭啦，以前係水警碼頭嚟嘅，呢個水警碼頭。咁好啦，跟住就係滘西洲啦，高爾夫球場啦，跟住望到去最遠嘅地方咧，就係將軍澳日出康城啦。近翻啲就去科大啦。跟住去到西貢市中心啦，WM 酒店啦，市中心啊，對面海嗰邊啦，係咪好宏偉咧？3980萬，4000萬都唔使啊！有興趣嘅朋友就聯絡我啦。多謝收看呢個頻道，真係獨立一間嘅，所以話花園都唔使租噶啦，其實咁啊，直頭揾呢個綠化啦，種樹啦，種果樹啦，咁就可以利用晒全部嘅嘢啦，亦都唔使俾錢政府，一個入口我自己私家嘛。好多謝收看呢個頻道，有興趣聯絡我啦。買到一個圓圈加一點海邊屋。